喂喂，Roku，節目開始啦，仲掛住食杯麵。如果話俾你知，世界上每一秒鐘就有將近3000個杯麵被打開，你會唔會諗到呢場飲食革命竟然係由一個曾經坐過監、破過3次產、身無分文嘅中佬發起呢？佢嘅故事唔只係一個商業嘅奇蹟，更係一部教科書級別嘅人生逆境波傳奇。而最癲嘅係，佢發明咗改變全球幾十億人飲食習慣嘅時候，佢已經係61歲啦。喺嗰個時候，比咗大多數人早就放棄人生啦，係咪？但係佢冇。聽完呢集，你可能會了解到有啲咩原因推動呢個中佬去創業呢？點樣喺逆境之中揾到出路？杯麵嘅設計靈感來源又係啲咩呢？佢叫安藤百福，係一個台灣人。就係佢用油炸麵條呢個方法改寫咗歷史嘅一個天才。今集嘅故事，我哋用安藤百福嘅視角拆解佢嘅發明，點樣喺一個廢墟開始，最終銷量突破5000億碗嘅傳奇，日清合味道杯麵。日清カップヌードル。安藤百福先生，好多人都以為佢係日本人，其實佢喺1910年喺台灣嘉義出世嘅台灣人嚟㗎。本來佢應該同大多數人一樣，有個好純粹嘅人生。喺年輕嘅時候，佢已經好有商業嘅智慧，靠住一筆遺產，佢喺日本嘅大阪創辦咗商會，生意做得風生水起。針織品啊、光學設備啊、精密嘅儀器，佢好似咩都識咁。到咗20幾歲，佢已經係一個小有成就嘅商人啦。但係佢嘅命運並唔係一帆風順嘅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咗一切，工廠炸咗，家產被沒收，甚至被告逃稅罪，連監都坐埋。出獄之後嘅安藤百福，佢見到嘅就係一片廢墟，迎接佢嘅就係人生低谷。但係佢嘗試東山再起。1950年，有一間日本信用社邀請佢擔任理事長呢個職位，佢搏命工作咗7年，早出晚歸，廢寢忘餐。不過可惜，7年之後呢間合作社都係要執笠。嗰一年，安藤百福只係啱啱48歲，身無分文嘅佢，唔好話冇人睇好佢嘅將來，連佢自己聽日係點佢都未知。用而家嘅說話嚟形容，佢簡直被判咗社會性死亡啦。就喺呢個時候，1957年一個冬天嘅夜晚，佢睇住好多人吹住北風，企喺食店出邊排隊，為嘅就係食一碗熱嘅拉麵。嗰一刻，佢發現呢個世界需要有一種好方便嘅食物。於是，一個身無分文又失業嘅中佬決定改變世界。佢馬上喺屋企隔籬搭起一間10平方米左右嘅屋仔，開始研究速食麵。佢冇複雜嘅設備，佢有嘅只係一台舊嘅製麵機，同埋直徑大概1米嘅大炒鑊。佢每日天未光就起身，一直研究到夜晚1、2點先至瞓覺。每日瞓覺嘅時間都唔夠4個鐘。就係咁，整整1年，佢一日假都冇放過。失敗過無數次，俾親戚笑佢睇唔起佢，俾朋友勸佢唔好做啦。冇人相信佢會成功。有一日，佢望住佢太太喺度炸天婦羅，睇住啲麵衣喺熱油入邊瞬間乾燥變脆嘅狀態，佢突然間好似開咗外掛咁。係，速食麵都可以咁做嘅。於是佢再花多1年時間研究出瞬間熱油乾燥法，將煮好嘅麵放入去熱油裏面炸，瞬間脫水乾燥。呢個方法可以大大延長麵條嘅保存限期。需要食嗰陣時，只要加入熱水，3分鐘食得。結果喺1958年嘅8月25號，世界上第一包速食麵就此誕生啦。佢個名叫做雞汁拉麵，唔知大家有冇食過呢？當時嘅售價設定喺35英，同一般嘅拉麵店價錢其實差唔多。佢一推出市場就成為咗搶手貨啦，啲人都嚇呆咗。原來麵係可以咁食㗎，又唔使用火，又唔使煮，只係加熱水咁就得。
簡直就係神級魔法。安藤百福開始嘗試到成功嘅滋味啦，雞汁拉麵賣到斷晒市，日清食品公司隨之而成立，佢終於由破產嘅深淵慢慢爬翻出嚟啦。但係安藤百福意識到有一場新嘅危機正在醞釀。去到1960年，越嚟越多公司加入速食麵呢個市場，競爭變得相當激烈，日清市場嘅份額正在縮水。安藤百福預感到呢場危機要嚟啦，如果公司再唔創新，好快就玩完噶啦。所以1966年，安藤百福帶住呢包雞汁拉麵去美國視察。佢一走到美國嘅 supermarket 入邊，佢睇到啲咩呢？呢度啲人根本唔會用筷子，亦都唔會用碗。啲美國人將佢嘅雞汁拉麵整碎咗，放入個杯入邊，倒啲熱水，然後攞隻叉慢慢挑嚟食。俾著你會諗到啲咩呢？呢個時候就有個念頭喺安藤百福嘅腦入邊閃過啦。如果要將速食麵走向全世界嘅話，咁就必須要解決飲食習慣唔同嘅問題，唔可以成日諗住只係用筷子同埋碗嚟食麵。全世界咁多人，佢哋都有唔同嘅飲食習慣、唔同嘅餐具，同埋有唔同嘅文化。我需要創造一種任何人都識食嘅麵。安藤百福返到日本之後，佢決定發明用杯裝住速食麵。呢個並唔係一個簡單嘅決定嚟㗎。接住落嚟嗰5年就係安藤百福人生中最癲嘅嗰5年啦。首先，佢要解決容器嘅問題，用咩杯俾人揸住嘅時候又唔會辣手，又可以保存到麵嘅溫度。佢設計咗成40種嘅 sample， 最後決定咗用倒轉梯形嘅設計。咁嘅設計，啲人可以單手揸住個杯嘅底部，而個杯嘅頂部比較闊，方便進食。跟住佢要解決麵餅喺運輸過程之中唔會被壓碎嘅問題啦。最簡單嘅辦法咪將個麵餅放落個杯入邊咪得咯。但係安藤百福諗到一個好古怪嘅方法，點解唔將個麵掛喺個杯嘅中間呢？佢發明出咗中間保持法呢個方法，確保啲麵喺運輸嘅過程之中唔會震下而碎晒。諗到個方法之後，好啦，點樣包裝呢？佢試過將個麵放入個杯入邊，要掛喺中間嘅時候，並唔係咁簡單。一係個麵就打側咗，一係成個麵就跌咗落嚟，一次次嘅失敗。但係有一晚，佢瞓喺張床望住個天花板嘅時候，可能佢幻想自己係一個麵餅，點樣可以黐住喺個天花板度呢？於是佢靈感嚟啦，與其要咁高難度將個麵餅掛喺個杯嘅中間，點解唔將個杯吸落個麵餅度，然後一齊反翻轉呢？呢個違背常理嘅方法，竟然俾佢成功咗。杯麵就係咁樣發明咗出嚟啦。1971年嘅9月18號，第一碗合味道杯麵正式發售。安藤百福諗，今次應該同雞汁拉麵一樣，會賣到斷晒市噶啦。但係現實並唔係咁順利，因為一個杯麵嘅價錢比普通嘅拉麵店嘅拉麵更加貴。一開始根本冇幾多人會買，會買杯麵嘅人大多數係警察廳啊、消防處啊、一啲自衛隊啊，需要夜間執勤嘅地方先至叫做賣得好啲，因為佢可以一邊做嘢一邊食，唔使用個碗，亦都唔使筷子。但係整體嚟講，銷量就真係麻麻地啦。命運又一次企喺安藤百福呢一邊啦。1972年嘅2月，日本嘅左翼恐怖組織聯合赤軍佔領咗長野縣嘅淺間山莊，警視廳同機動部隊包圍咗成個山莊，進行咗一場持久嘅談判同埋對峙。嗰陣時咁啱係一個極其寒冷嘅冬天，溫度跌到零下15度。啲警察困咗喺營地入邊，山下邊送上嚟嘅補給食物全部都變晒冰，佢哋根本冇熱嘅嘢可以食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邊度仲有士氣㗎？佢哋有人諗起一個解決嘅辦法，就係合味道杯麵啦。警視廳決定送啲合味道杯麵上去俾啲機動部隊成員，叫佢哋加啲熱水，
等3分鐘就有熱嘅麵食啦。呢件事唔知有心定無意，俾電視直播咗出去，全日本都睇住呢班警察喺度食熱辣辣嘅杯麵。突然間，合味道呢個名一夜成名，原本放喺角落頭冇人問津嘅產品，突然間成為咗搶手貨。佢哋仲排隊話要買合味道杯麵添。呢個就喺商業史上最經典一個意外成功嘅案例啦。有咗呢個起點，安藤百福決定將合味道杯麵推向全世界。但係好快佢就意識到一個問題：日本人中意食嘅味道，美國人唔一定中意食喎。美國人中意飲嘅湯，中國人都未必接受到喎。所以日清嘅策略實行本地化。喺香港、新加坡、菲律賓，海鮮味嘅杯麵就最暢銷。但係喺泰國，佢哋推出咗冬陰功味；喺中國，佢哋推出咗牛肉、豬骨湯、XO 醬等各種符合本地人喜歡嘅口味。日清甚至 set up 咗一個驚人嘅創新系統，每年公司開發1500種味道嘅杯麵，係1500種。但係最終成為常規款式嘅口味只有3種。呢個就係創新最殘酷嘅現實啦。大部分想法都會掉咗落垃圾桶，只有最好嘅先可以留得低。日清就係咁，透過不斷嘅研究、不斷本地化同埋不斷嘅創新，將一個日本嘅發明變成咗世界通行。時間去到2021年，日清合味道杯麵已經賣咗50年啦。全球累積嘅銷量突破咗500億碗，呢個數字究竟係咩概念呢？地球有80億人，換句話講，平均每人食咗超過60碗嘅合味道杯麵，而且呢個數字仍然喺度增長緊。2007年1月5號，安藤百福離開咗人世啦，享年96歲。佢用咗成世人嘅時間去答一個問題：乜嘢叫做創新？喺佢嘅字典入邊，創新唔係喺一個實驗室入邊 FF， 創新可能係喺一間破舊嘅屋仔入邊，每日瞓唔夠4個鐘，面對無數次嘅失敗，仍然冇放棄。創新就係喺美國 supermarket 入邊一個普通嘅場景，就可以諗到一個改變全世界飲食習慣嘅方法。創新就係人生最絕望嘅時候，48歲身無分文，被判咗社會性死亡嘅時候，仍然夠膽再開始。安藤百福成日都話，人生冇話幾時先至太遲。佢48歲發明咗雞汁拉麵，改變咗日本；佢61歲發明咗合味道杯麵，改變世界。佢96歲離開人世嘅時候，佢嘅思想仍然改變緊全球幾十億人嘅飲食習慣。後來日清為咗紀念安藤百福先生同埋杯麵嘅故事，開咗3個合味道紀念館，一個喺大阪池田杯麵誕生嘅地方，一個喺橫濱杯麵博物館嘅所在地，仲有一個2021年喺香港開幕。呢個係日本以外第一個，亦都係唯一一個嘅合味道紀念館。喺呢啲紀念館度，遊客可以親手做屬於自己獨特嘅杯麵，揀自己中意嘅湯底，揀自己想要嘅配菜，每一碗獨一無二。呢個就體驗咗安藤百福最核心嘅理念——創造性思維啦。唔係被動地去接受現有嘅嘢，而係主動地去創造屬於自己嘅嘢。有人話合味道咪就係一碗杯麵咯，但係我覺得佢係好多人肚餓時候嘅良伴。可能係考試前嘅夜晚幫你加油，可能係未收得工開緊 OT 嘅時候幫你打氣，亦可能係喺旅途之中嘅一種便利。而呢一切都係源於一個48歲嘅中年男人，佢喺最絕望嘅時候，一種唔認輸嘅態度。安藤百福佢冇留低龐大嘅商業帝國，
佢留低嘅只係一個簡單、方便、溫暖嘅嘢，比5000億人次品嚐過嘅嘢。喺某個冬天嘅夜晚，某個陌生嘅城市，你可能好容易會買到一碗合味道杯麵，加入熱水，等3分鐘，聞住啲香味慢慢飄出嚟。喺嗰一刻，你食緊嘅唔止係杯麵，你係品嚐緊安藤百福嘅人生故事。點樣從一個廢墟度爬出嚟，用創新去改變整個世界嘅故事。呢啲就係合味道杯麵真正嘅身份啦。唔只係醫肚嘅食物，更加係承載住人性光輝嘅發明。希望大家都會鍾意安藤百福呢個品牌故事啦。最後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如果今日有一個48歲嘅中佬同你講，佢要去創業，你會點答佢呢？不妨喺評論欄度分享下你嘅睇法啦。我係 Loco，下集見。